这副皮囊给我，算是白瞎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姐姐救救我！姐姐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打我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昨天晚上齐胜到你宫中，不久之后，传来你的一声尖叫，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。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家暴可以忍一时，但不可以忍一世啊！谁说我被家暴了？谁说我被家暴了啊？这3天不打你上房揭瓦呀你！啊？叫声不多不少，不深不浅，恰好就是那种明明极其痛苦，却忍住不敢叫出声，最后忍无可忍才叫出来那种声音。你说，不是因为你陷害姜氏，被太子责罚了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哼，我只想说你脑洞太大了吧你！昨天齐胜来给我上药的时候，我没忍住疼，啊了一声。难道是我这顺风耳不灵敏了？我一直以为齐胜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小白的一个，没想到啊，你才是白痴中的战斗机呀！今日来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被姜氏诬陷，太子又当众给了你一耳刮子，九哥怕你伤心，想请你吃顿饭。哎，你去不去呀？哎，不去了。你跟九王说，那事儿我压根没放在心上，饭就不吃了。别呀，九哥要给你个惊喜呢，你不去，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？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哎，特浪漫，带你看海。慢着，差点把惊喜给说出来了。哎，你已经说出来了。九王有你这样猪一样的队友，也真是醉了。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跟2个男人去看海，逗我玩呢？不去不去不去，太医说了，我要好好休息。切，你不去，我一人去正好。哎，唉，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。这是饭店没错，我回到2015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呀！杨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
这是哪儿啊？九王约你见面的地方啊。姐姐，你不会吃错药了吧？原本扬言告诉我你是不会来的，怎么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。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我给的选择明明是：一，你自己来；二，我背你来。你既然否定了一，我就默认选择二喽。太子殿下，娘娘她……你不必惊慌，我在这里等他就好。这家餐馆是我一个游历过欧罗巴的朋友开的，做的都是地道的欧罗巴菜，想必你是没吃过吧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没吃过。什么菲力牛排、西冷牛排，敢问哪个我没吃过？ Cheers！ 啊！哇，原来是灯海啊！此处应该有音乐，男女主角应该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街舞。这里啊，确实挺浪漫的啊。这眼神儿，我如果稍作迷离一下，怕是九王就要亲上我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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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擦亮眼睛。我的心和过去一样，尤其对你，从未变过。齐胜啊齐胜，让你天天惦记别人媳妇儿，怎么样？现在自己的媳妇儿被别人惦记了吧？九王，你还是别看我了，咱们看灯吧。啊，鹏鹏，你确实变了，一点也不像儿时的你。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不管是玩游戏，还是和别的小皇子打架，还是私塾先生抽查背书，你总是偷偷暗地里帮我，只是因为我总把奶奶给我的麦芽糖偷偷塞给你。记得记得，我从小就爱吃糖嘛。因为成祖更喜欢三哥，便授意父皇立三哥为太子，有朝一日登上皇位。成祖又那么喜欢你，又刻意为你和三哥制造机会，后来果真随了成祖的心愿，我和你越走越远了。可是我觉得齐胜对我没什么情谊啊。三哥从小就得到太多，不懂得取舍，也不懂得珍惜。鹏鹏，你从小就向着我，你的心意应该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变吧？齐胜啊，虽然对我冷漠刻薄了些，但我毕竟是太子妃嘛。我如果向着你，是我冒失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宝贝儿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人呢？宝贝儿，回来了。看齐胜的神情，嘴角微微向左侧倾斜，不时地抿着嘴，眼睛微闭，神情淡定自如，甚至带有一丝的微笑。看来他并不知道我去了哪里。
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你脸上的伤尚未痊愈，还是多注意休息为好。多谢太子殿下关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天色已晚了，不知太子殿下来我这里有何贵干啊？你是我的太子妃，我来你这儿一定要有事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要您开心，一切随你。既然如此，你给我放松一下吧。陪父皇看了一天的奏折，身子乏透了。原来是想做马杀鸡啊！哼，好说好说。怎么了？大保健不做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有话问你。不知鹏鹏现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啊？什么？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齐胜啊，齐胜，老子什么男人也不喜欢，老子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。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爱是可以跨越性别的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那鹏鹏觉得我和老九谁更讨女人欢心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些都不重要，天注定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今夜就当作是你我之间的闲聊，不必把我当作是太子。你也暂且把太子妃的身份放在一边。真的？真的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只当作是玩笑之谈。我只是想知道，除去太子的身份，我在你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若这么说，我就给你分析分析。像你这种成熟沉稳、冷峻腹黑的人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容易相处。你看，你整天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在你面前连玩笑都开不得，更别提什么情感交流了。哎，就算想和你打情骂俏，也要先练练，对着你这张面瘫脸，能不能忍住不笑？你接着说。哎呀，不过我觉得像那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男人，通常就很有亲和力。和他们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，自然而然也就多说几句话，多开几个玩笑，久而久之呢，关系就近了。所以，当然是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女人喜欢喽。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哎，这种事儿哪有对错之分啊？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